以下继续来谈谈江秀吉老师来做运动、做强腿功哈。我左片上是许继文老师，右片上是沈芳如老师。哈，以下来做马步、丁步、和弓步的右片的动作。哈，两只脚同样都训练。是右脚较无力，你就右脚多做多停留较久啲咧。哈，安尼训练较好。是左脚无力，你就左脚的动作呢，就多做一点。哈，好，第一动马步的第一动，好，两脚打开1肩半的宽度，两只手呢，手腕呢相叠，不要按小肚子，像小妇人面前。哈，好，第一动，两只手从里面往外，像画圆圈一样往外画圆，到了肩膀高度的时候呢，慢慢的合起来，在我们的胸前抱圆，像咱们的一粒球一样诶。这球呢，咱好了，莫太狠，太狠会变态嘞，莫太松，一个球会跌落去，好得太。故说对俺的男的，一只两只手背哈，是一个弧形的，没按你侧，好要摸你变画弧，在我们的胸前抱一个球的一样哈，胸前抱圆。要第一个动作，第二个动作，嘿，膝头慢慢的往下弯曲，没有往前跪哦，没有跪下去哦，没有跪下去，好，没有跪下去，嘿，往前。往下弯一点，然后利用这个脚卡往内收，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臀部、屁股哈，侧来往下做，像坐垫一样诶，哈，没按你手注意，没按你手把它翘下一撮，还手把它侧落下去，往下落。臀部往下落的时候呢，那两只膝盖自然就会往外撑开。就会变成同俺的脚尖同一个方向，就我们按内收哈。或者我们要往下做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一点哈，膝盖微曲，两胯往内收一点点，重点是臀部往下，慢慢的往下落，让我们两个膝盖往外撑圆，好，然后在这边肩膀不要耸起来。我们抱圆的时候，记住肩膀不要耸起来哈，放下来，肩膀放下来，手掌不要往外撑，手肘这个手掌也放下来，好，放轻松。好，这个是马步抱圆。好，下方做右片上高丁步哦哈。好，重心全部移到左脚移好了，抽分来哦。好，重复来，身体可以用张哦哈。好，要收左脚，多右片就收我们的右脚，做右片收右脚哈，收右脚收右手。好，做好了，好，收脚落掌，丁步合抱。你看，我们在换步伐的时候，身体都没有动，身体一样是正的，高度都一样，两个手上面的。左手对上胸，右手对小腹前面，两个手的合抱呢，摸按了贴在面前，按了就变态了哈。完了有点张力，往外撑开来，往外撑圆。好，脚同样，两个膝盖往外撑圆，打开了，好像都成直角。这个右脚的脚尖，好，要是点的，好，抹力了哦，可以开起来哦，抹力了，按了，好，要丁步合抱。好，第三种是弓步，好，第一动，右脚踏出去，两只脚要有半肩宽，哈，然后脚掌显落地，好，一样的高度，不要起来这样上去哦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好，丁步一样，坐稳左脚，好，右脚踏出去，左脚右脚脚跟先落地。好，落地的时候呢，右手空，同时就翻掌，好，掌心不要下摆，好，移重心过来，移重心跟下，移到当中，同样两只膝盖大腿往外撑圆，两个膝盖都对脚尖，按这样我们会受伤，而且身体不要往前直的坐下来，
重心在当中，靠2个腿把我们的身体重量支撑住，身体正，下巴略收，哈，好。第3动我们就是右转腰，右转腰的时候呢，推左脚的脚跟要掌推出去，右手搂过膝盖，哈，好，3，右转腰，推左脚跟，右手搂膝，左手按掌，好，身体朝正的3点，这边是12点的话，这边是3点，正朝3点正方向，左手的手腕在肩膀一样高度，手指松松的，然后手掌心有一点合在一起，略合，哈，这个手掌心不要打得直直的，是略含在一起，手指略弯曲，这个是按掌。好，收。好，这个是我们马步、丁步和弓步的右式。好，我们再看看，再重来做一次。在做一次的时候呢，注意几个要点。好，我先跟大家说，我们不管哪一种的步伐变化，一定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不要身体高高低低、上上下下起伏，维持一定的高度。好，来，2手交叉，手腕相交叉，在小腹前面，2脚打开1肩宽。好，马步，2手往外画圆，在我们的胸前抱圆。抱圆的时候，肩膀不要耸起来，放下来，身体正。好，第2动屈膝，膝盖略弯曲，7条反应低低的，好，就 cap 往内收下去。好，屈膝落胯，身体呢侧走下来，屁股往下，屁股不要翘起来，屁股往下坐。好，保持这个姿势，眼睛看正前方，下巴略收，这个是马步抱圆。好，颠步的时候，好，重心全部不用都本来做脚。好，身体稍微一点点右转腰和把我们这个右胯往内收，同时把我们的右脚带进来，右脚带入了，你看一往内收，右脚带进来，好，脚尖到脚趾点地，然后手呢也落下来，我们这样子转腰收脚的时候，左手会变成往下，掌心往下，右手呢会掌心朝上，会合抱。好，再看一次。好，做丁步，重心变了做脚，右脚竖入来，右手变下来，做数变掌心朝下，2个手合抱，2个膝盖打开来，这最重要的，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。好，右脚的脚尖点强的，不要踢哪当个点地。好，第3个弓步，右脚上一步，上步的时候呢，朝后来，做脚朝后来，呢，右脚踏出去，脚掌先不要踢哪下，脚跟先落地。好。移重心高了右偏个下呢，唔要全部移过去，很多中间，然后右手翻掌，同样移重心个下呢，2只脚要打开来，一定要打开来哦，哈，莫夹点哦，打开来。好，第3动呢，我们是右转腰，向右偏转过一个下呢，左脚的脚跟往外推。好，第3转腰推脚跟。右手搂膝，左手按掌。好，做好的时候呢，身体也是正的，下巴略收。好，整个手也是成一个圆形，整个身形很饱满的样子。好，这个是右边的弓步收。好。那么这个弓步
我们从马步变丁步变弓步，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身形不要上下起伏。第二个，好，我们再来做一次，同时一边做一边把重点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哈。好，第一动，两手往外画弧，在我们的胸前抱球用哎，好，膝盖略弯曲，膝头稍微弯曲，侧坐下来，也还马步。好，我变丁步个哈呢，记得咯，重心全部变了左脚，身体莫放起来哦。好，就我们一点点的右转腰，竖脚竖入来，竖变下来，两个对胸前抱圆，对我们胸前抱圆哈。第三，上步个哈中央，坐下来，上步轻轻的右脚出去，脚掌显露体内，不要体内哈。好，移重心个哈竖翻掌。下背竖翻掌，好，然后一个右转腰，左脚脚掌推出去，右手揉膝，左手按掌，好收。好，我们再缓和一下，吸吐。好，他卡做动吼，辛苦诶，哈，记得有喊就来练下强腿功，哈，好，谢谢，沈梦怡。